后来，过来是立法院今仔日来审查到大法官的人事案，其中对死刑的态度是第一重要的题目。司法院长被提名人蔡秋明来表态，讲伊并无支持废除死刑。另外，民众党团的总调黄国昌爱蔡秋明针对着赖总统的团结十港来做一个评价，结果是让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来痛骂讲蓝衫来用立委的权力。总统指责我们立法院呢，说他自己当立法委员12年，没有看过这么离谱的立法院。审查大法官人事动议权，民众党团的总调黄国昌头一个质询，都叫司法院长被提名人蔡秋明评论总统赖清德的团结十港。还是你已经过着隐士独居的生活，外面社会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是有点这样子。哇，天哪，这样很危险呢。所以个黄国昌佮批评讲，自从19年香港政府提出逃犯条例修法，蔡秋明本地讲落境基成，后来看到赖清德甲蔡英文的态度，就改变立场。什么时候转变的？来，我给你看，6月的时候，蔡英文发文谴责，赖清德痛批，结果啊，民进党2个位高权重的人出来痛批了以后。马上转向啊！到底黄国昌你质询的是司法院院长提名人蔡秋明，还是你在找赖清德单挑？民进党还跳出来到工会，也毋过另外包括着废除死刑的态度，嘛是质询一定会讲到的议题。以宪判字第8号等同是实质废死了。是相当困难。相对于审检分立，可能违反这样的原则。那你要怎么来去让这个司法独立能够真正的落实？我想，如果我之前简短讲过了一些话，那有造成误会，我要在这里跟社会大众道歉。我更要关注检方出现的蔡秋明敢有法度失禁。审查会在亚丁营集中会来攻击，听讲那夜内部有人赞成甲答询表现歹的人封杀，或者是考虑全面好管。因为讲这当提升反罢免的气势，毕竟大法官的投票第7月29，基东讲都是罢免的决战日。罢免期程跟大法官的投票期程哈，这是2件事。就国民党的立场来讲，完全就是看大法官的表现。多件投票意向连带冲击着罢免，伫表决进前，在亚丁营一步棋一步掉。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